Hello， 大家好，我係動漫者啊！哇，今次2026年1月新番個陣容呢，簡直係神仙打交啊！等咗幾年嘅神作續集終於回歸，仲有幾部新嘅黑馬隨時跑出。今集呢，就等我幫大家精選咗2026冬季必追嘅新番清單，唔想錯過呢，就記得睇到最後啦！即刻開始。首先呢，就係大幅魔改過之後嘅咒術迴戰續作死滅回遊前篇。如果有睇漫畫或者之前有睇開動漫界消息呢，就應該知道後面劇情評價呢係慘不忍睹啊。不過如果有睇先行上映電影嘅咒術迴戰死滅回遊，就知道 MAPPA 啦大幅咁樣修改過劇情，甚至變到動畫原創嘅地步啊，令到原本嘅咒術粉都會期待到底會差幾多呢？接落嚟就係萬眾期待嘅芙莉蓮第二季，呢套嘢呢要深度有深度，要感人有感人，要戰鬥呢又有戰鬥，要角色都有角色嘅，可以話係動漫迷必睇。而呢一套嘢其中一個名言呢，就曾經上過新聞。舊年5月21號台中捷運發生隨機斬人案啦，有一位被媒體稱之為長髮哥嘅民眾啦，英勇上前同歹徒搏鬥，拖延咗佢嘅行動，以免佢繼續傷害到其他車入面嘅乘客，俾好多人視佢為英雄啦。而長髮哥呢，後來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引用咗芙莉蓮嘅經典名句：如果係勇者恩梅爾嘅話，你一定會咁做。隨後呢亦都引嚟熱議啊，證明動漫呢係的確能夠激勵人啊，成為更加好嘅自己。而新 PV 呢已經展現到各種神作畫，可以話係不容錯過。我推的孩子第3季呢一套呢係唯一呢唔係叫大家即刻去追啊，因為呢同咒術一樣，漫畫後期呢係爛咗嘅，而第3季呢就係劇情開始轉差嘅部分。如果唔係同咒術一樣有魔改呢，就算動畫整得幾靚都冇乜用啊。所以就睇下動畫工房會唔會同 MAPPA 一樣係大改劇情先至好追啦。我的英雄學院外傳非法英雄第2季正傳完咗呢，就接外傳，又睇我的英雄學院正傳嘅人呢，應該都意猶未盡噶啦，因為第8季喺 IMDB 評分集集都超過9，係近年最好睇嘅動畫之一。而外傳呢會用另一個角度嚟寫英雄嘅故事，有睇正傳嘅人呢都一定要睇啦。地獄樂第2季同樣係 MAPPA 製作，少年 Jump 嘅代表作品之一。3年前呢嘅時候已經覺得呢個題材呢好創新，成個世界觀呢設定好有氣氛之餘呢，角色之間嘅互動啦，唔同其他作品，可以話係近年必睇之作啊。金牌得主第2季俾 Disney Plus 埋沒咗嘅超級佳作啊！主要呢係講溜冰選手同教練之間互相扶持嘅師生情同埋成長嘅故事，畫面、劇情、人物塑造都係一流嘅運動番，同排球少年一樣係勵志向運動番啊！係連米津玄師都自薦去做第1季 OP 嘅作品，梗係值得一看啦。接落嚟呢，就係新作推薦嘅時間。首先要講勇者處刑，懲罰勇者9004對服刑紀錄。劇情類型呢，有啲似86不存在的戰區。喺呢一個世界，勇者呢係一種刑罰嚟嘅，被判下勇者之刑嘅人啦，會被送到去前線對抗魔王軍。而呢一啲勇者呢係唔會死嘅，不斷復活嚟打魔王，直到永遠。不過某一刻啦，勇者9004分隊呢發現咗上古兵器女神，情況呢就發生咗變化啦，因為呢佢似乎就係消滅魔王嘅關鍵啦。另外由 PV 已經睇到佢嘅神作畫，打鬥精美程度呢直逼劇場版啊！而睇睇製作團隊呢，原來係有一半呢都參與過無職轉生第1季，唔怪得知個品質咁好啦。另一套又係同一個作者嘅火箭兵團，同時呢亦都係講勇者嘅作品《勇者的廢棄物》。睇嚟呢一個作者呢真係好中意講勇者啊，仲同一時間有2部作品可以動畫化。呢個作品呢講有魔法存在嘅現代東京社會，黑手黨呢會用月態強化身體變成魔王，而打敗魔王嘅賞金獵人呢就叫勇者。主線呢就係 follow 男女主師徒組合點樣捲入去唔同事件當中。Fate Strange Fate 今次真係正式推出啦，由 A1 製作嘅品質可以喺 PV 睇到，慢工出細貨做出 UFO 級別嘅質量嘅動畫。以頭3集嚟講咧，每一集咧都起碼用咗1年時間嚟製作啊！靠死亡遊戲揾飯食，一覺醒來就喺死亡遊戲當中啊！就喺其他人不知所措嘅時候咧，唯獨女主非常冷靜。
因為佢係死亡遊戲嘅資深玩家。如果大家有睇過二妹生活啦，就應該有聽過上野壯大監督，同樣係呢一部新番嘅監督啦。由 PV 已經可以睇到獨特嘅鏡頭設計同埋大膽嘅美術風格，令人期待佢今次點樣靠創意嚟提升觀感。Dead Account 死亡賬號睇名咧係睇唔出原來係少年漫改嘅主流王道番嚟噶。講呢個世界有人過世咧，佢嘅社交媒體賬號就會變成怪物。主角妹妹死咗之後啦，主角咧就俾離電學園徵召入學，立志成為靈媒師，查清楚妹妹過世嘅真相，係現代都市打鬼嘅王道番。不過設定咧都幾創新嘅，例如主角群嘅靈力咧都係喺手機拉出嚟，又或者因為主角本身咧其實係專門炒負面流量嘅知識型 KOL 啊，所以咧主角嘅能力鬼火就係炎上啊。超時空輝夜姬由 Netflix 獨佔嘅原創動畫，本身咧好多佢嘅原創動畫評價咧都唔係咁好噶啦，但係呢一套嘢嘅製作陣容太勁啊，不得不提。單單聽到初音唱嘅歌已經期待值拉滿啦，再請咗 Rio 40MP、K2Z 等等老牌 V+P 主作歌同翻唱出名 V+ 歌，加上開咗掛嘅動畫製作品質，就算劇情垃圾都可以當音樂翻睇啊！能幫我弄乾淨嗎？單單就咁睇個名呢，其實就可能唔係好睇到係乜嘢作品，但係其實作品類型呢係幾似深夜食堂，一個女仔呢喺洗衣店翻工，從而接觸到客人背後嘅種種不為人知經歷，探討人生，仲有 ASMR 嘅音效，係屬於要靜落嚟慢慢睇嘅治癒番。八神小妹不可怕，類型呢有啲似黑暗集會，有陰陽眼嘅幼稚園細路女神八小妹，暗中除靈保護其他人嘅故事。八神小妹呢除靈嗰陣時呢，通常都係直接揼啊同埋踢嘅，睇落去啲戰鬥都唔錯嘅。跟住落嚟呢，就係戀愛番推薦，相反的你和我Jump家嘅愛情漫改編啦。女主呢係人緣好好嘅小辣妹，而男主呢係面無表情嘅眼鏡男優等生。漫畫一開始呢，女主呢就中意咗男主，原因呢唔太同其他戀愛漫啦，係因為男主呢雖然冷淡，但係有認真聽佢講嘢，而且佢唔會刻意迎合其他人。而女主外向嘅性格呢，都係因為佢唔敢唔迎合其他人而扮出嚟嘅。最創新嘅係男女主呢喺第一話就已經起埋一齊，唔使等幾百話都冇進度。透明男子與人類女孩，兩人遲早會成為夫妻。呢一部作品呢係講一個透明人老闆同埋失明女員工嘅辦公室戀情，一個睇唔到，另一個呢就睇唔到。呢個概念呢真係幾正啊！午夜的傾心旋律，作為千金大少爺嘅主角呢係重度嘅音控啊！佢最中意嘅聲音呢就係嚟自阿波羅嘅電台主播。有一日啦，佢知道呢一個阿波羅主播可能就係自己學校播音社嘅成員，於是男主就即刻入社，點知入面呢原來係有4個女社員嘅，而且把聲呢都好好聽。咁到底邊一個先至係阿波羅呢？最後就係異世界番，憑你也想討伐魔王？問號，俾勇者小隊逐咗出隊伍之後啦，就喺皇都度自己一個生活。當大家睇到咁長嘅名，一定又以為係普通異世界退隊流啦。但係其實呢，內容係同一般異世界番完全唔同。首先，本作啦只係有女主角，係冇男主角嘅。女主角啦有一種反轉嘅能力，完全免疫詛咒嘅效果之餘啦，甚至可以當詛咒係 buff 咁樣用。大副作用就係治療魔法無效，而能力值咧永遠顯示係0，所以咧佢俾勇者小隊踢咗出隊之餘啦，仲俾人賣咗去做奴隸添啊！途中啦，佢救咗一個同樣係奴隸嘅細路女，兩個人呢就一齊走佬，為咗過上和平嘅生活，一同奮鬥。少數少女百合再加黑暗向嘅番，地獄模式，喜歡挑戰特殊成就的玩家，在廢設定的異世界成為無雙。同樣啦，唔好以為個名咁長啦，就係普通異世界番啦。內容咧係反套路嘅，男主越嚟越唔滿意現今遊戲整得太簡單啦，所以咧佢就想揾可以攻略到10年嘅超難遊戲。而某一日咧，呢一個超難遊戲咧真係出現喺佢面前，佢一撳落去咧就去咗異世界，成為一個龍奴家嘅小孩啊！你以為主角變龍傲天咩？有錯喎，佢完全係冇外掛同埋血統，由1等升到去2等咧，就花咗足足6年嘅時間。不過標題咧有無雙呢個字，唔知之後主角係咪都係仲會 keep 住地獄難度呢？厄里斯的聖杯啊，退分流嘅套路，俾人搶分嗰刻咧，一個絕代惡女附咗喺主角嘅身上，2-3下就解決咗被搶分嘅困境。故事就係
做佢哋兩個點樣互相幫助，實現大家彼此嘅目標。惡女呢就幫女主呢保住宮中嘅地位，而女主呢就幫惡女揾出當年呢邊一個俾鑊佢孭，俾人斬頭嘅真相。身為魔族的我想向勇者小隊的可愛女孩告白。主角呢身為魔族嘅幹部，有一日呢中意咗勇者隊嘅僧侶妹妹啊，於是呢就扮成人類冒險者，接近呢一個僧侶妹妹。最近呢越嚟越多呢一類呢正邪勢力互相愛上嘅動畫。魔王的女兒太溫柔了，本來要征服世界嘅魔王軍啊，因為最近魔王嘅女出世呢而遲遲唔侵略。我哋呢可以見到一群魔王軍俾一個小蘿莉整到每日心花怒放嘅溫馨生活啊！魔術師庫洛看得見一切，失明嘅主角啦想學習水魔法令到自己回復視力。呢一套呢就冇乜戰鬥嘅，比較呢係着重人際關係嘅日常片。好啦，今次呢一口氣介紹咗23部新番，唔知大家會對邊一套有興趣呢？歡迎下面留言話我知啊！如果中意動畫嘅觀眾就記得撳埋個訂閱同埋鐘仔啦，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新番快評推介啦。下次見。